家好，咱开始今仔日的台语文课程。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台语的输入法甲网络字典。因为咱之前已经学过台语的声母、韵母、声调甲变调，其实安尼就代表讲，咱若是念着一个字，也是一个词的时阵，咱就有法度甲这个字的拼音写出来。为什么咱爱有这种拼音？除了用这拼音做字来写罗马字以外呢，另外一个就是咱会当用这种标音的符号来做输入，来做电脑的输入。用这种输入，像讲咱咧输入中文时阵是用注音，咱同款会当用台语的罗马字来拍汉字，就是你输入这音以后，咱就会当经一个汉字互伊。搁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爱讲字典，就是有当时咱唔知影这个字到底要安怎念，要安怎，伊的音是啥物的时阵，咱就爱去查。也是讲咱看到一个字，唔知影伊的意思，咱有字典就会当查。也是讲听到人咧讲一句话，咱唔知影，就会当用音去查伊的字，查伊的意思。好，爱安怎家己学台语罗马字？其实这就是这四个步数。第一就是爱找到适合的教材来开始学啊。第二就是咱学着以后，若是无咧用，其实你过一阵仔就会袂记住。咱像咱咧学其他的一种语言，包括英语嘛，是你若是学过英语上过课，毋过咱无咧用，其实过一阵仔你就袂记住啦。所以咱就爱开始想着写，就拍写，还是开始查字典想到啥物的时阵，咱就爱想看觅讲会当家己写做文字无，所以咱爱用台语的输入法开始写台语。好搁知影讲会当去倒位查到台语的词典字典若毋知影的时阵，毋免啥物拢问人，别人嘛无一定会晓。查字典的时阵就会当学着搁较济的字，搁较济的词。好搁来就是咱嘛爱知影讲倒位有讲较正港、较正版的台语，找着迄线顶的教学影片，有诶就是若是翕甲较好的迄台语剧，嘛会当哪看哪学。搁来就讲输入法，输入法有分做手机甲电脑的，倒边这是拍台语输入法，这是互手机用的，看你的是 Android 还是 iPhone，嘛有互电脑用的，互电脑用的其实有几种，我就先只有写2种，一种就是教育部的台语输入法，迄是免费的另外一种其实更较好用，迄是艺团公司做的，毋过伊的台语文输入法，迄是爱收费的。所以若是大家感觉拍台语拍甲真好势，也是想要用一个更较好的输入法，当考虑看觅。迄我会记嘛有1个月试用，伊会当先试看觅。若是感觉你以后会搁继续拍台语，希望是安尼啦，你就会当买伊的输入法，我家己就伫电脑内底有安装这种输入法，感觉真好用。会当即马大家先甲手机就是拍台语的台语输入法，先掠落来手机来试用看觅。若是你有手机会当直接用这个 QR code， 还是讲以后就试下骹的伊个网链连接，就连去Google 的，还是讲 Apple 的App Store， 就会当安装伫手机内底。我下骹会讲这种输入法是要安怎用。拍台语就是安装的步数，第一步就是去家己下载，还是讲家己掠落来伫你的手机内底。搁来其实伊就是一种键盘，嘛会当讲拍一盘 keyboard， 还是讲键盘。所以咱爱去手机内底设定内底，甲即种拍字盘家己开，就甲一般的中文拍字还是讲啥物文日文的拍字，啥物文的拍字共款，咱爱甲即种输入法家己开。好，就
开了，就找一个你要拍字的所在，啊，伫咱手机荧幕下骹应该有一个景，无共款的输入法的符号，啊，甲伊试落去，啊，就选讲你爱用拍台语来拍字。好，啊，因为咱其实在拍台语啊，即马有2种主要的系统，一种就是教育部的，另外一种就是白话字。啊，因为咱正常学的拢是学教育部的，所以咱若是即马要拍，会当甲即个使用白话字的选项甲伊关起来，啊，就变做是用教育部的。好，这是输入的画面，这个画面啊有分做几项，一个就是中的字母，中的字母大家应该拢看有，就是咱正常学的这一大堆，啥物声母啊、韵母啊，这就是 ABCD 这倒起来就变做一个字。啊，过来有啥物？过来有声调，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就是台语的声调。啊，咱知影讲台语有第1调到第8调，当然这中的第6调即马是无去啊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加7、8，这是一般的7个声调，啊9就是第9调，所以咱若是用这字母倒起来加一个声调，就当拍一个字出来，就讲上倒边迄张图啊拍 PHAH 就是坡啊加伊是到 H 就是一种入声，入声的一种就是啊，坡加啊拍，啊拍就是你得当看到顶悬伊的罗马字加汉字，那安怎选讲我要拍罗马字还是汉字，就是伫下骹的正边，若是伊是写罗马字的字，就代表讲即摆你咧拍的主要是罗马字，若是伊的显示是汉字的字，这就代表讲你即摆是咧拍汉字，伊的汉字就会放伫顶悬候选字的顶悬，放伫顶悬就是你会拍出来，若是顶悬是罗马字，你就是咧拍罗马字；你若是顶悬是汉字，你就是拍汉字。啊，佫有啥物上倒边下骹，这是写一个号，号就是代表讲你要切换做符号，你会当拍一寡无共款的符号，大家当试看觅。啊，佫共款伫倒边下骹迄符号的号的正边有一个台，若是伊的显示是台的时阵，就代表咱即马咧拍台语。啊，你若是甲伊试一个，伊就会变做英，就是英语。所以即种输入法会当拍英语。啊，佫有一个箭头向顶悬的箭头，这就甲一般咧拍英语的时阵共款，会当换你要写大写还是小写，毋管你是拍台语的罗马字还是拍英语，拢会当换做大写小写。啊，即个起盘的上正边啊，有一个环，底一环，这就是连字符。如果咱咧拍台语一个词的时阵啊，头一字甲后一字，这要倒做一个词中，就爱有一个连字符，就是拍这个所在。啊，这就是真简单的一个输入画面。输入的方法是啥？为虾米咱正常学这一大堆啊？讲啊，这啥物声母到啥物韵母中有连字符啊，声调是啥物？这就是一种输入的方法。就讲咱要拍这2个词。第一个词就是风行，风行就是咱若是写做汉字，就是这2个字嘛；若是写做罗马字，就是下骹风加行。输入的时阵啊，咱声调，这声调就爱用，看伊是第几调，咱就爱试到一个数字，像讲上下骹写输入本调，就是讲咱输入的时阵，毋管伊是变做啥物声调，伊变调是啥物，咱写的时阵拢是写本调，输入的时阵嘛是输入本调，所以风就是 HONG 风。啊，第1调你有写这第1，还是无写拢会使，这代表第1调。啊，一个环就是连字符，啊行就是 SIN， 啊伊是第5调，所以就是5，安尼你就写出来。啊，像讲第2个词就是草秧，草甲秧。这2个草甲秧就是本调，啊草是第3调，所以 TSHAU， 啊3就是因为伊是第3调，啊一个环，啊后壁一字就是秧 IANG， 啊7因为伊是第7调，
啊，你安尼输入的时阵，你就会看你是要拍汉字啊，是要拍罗马字，你就选讲你要拍汉字啊，是罗马字，安尼咱就会当输入啊。这就是台语的输入法的基本道理。所以咱会当家己试看卖哦，规句话拢家己输入。若是拍汉字啊，就是有路咱沿路唱歌，无路咱撩起过领。当然，你咧输入的时阵啊，拢是写后下骹的罗马字。啊，咱写条就爱家己知影讲这是第几条，咱就爱试迄个数字。啊，若是咧写罗马字的时阵，咱就用半形的标点；咱若是咧输入汉字的时阵，咱就用全形的标点。啊，下骹一句同胞书团结，团结真有力。啊，共款咱输入的时阵，就看下骹的罗马字，你就爱知影这是第几条。所以这就是知影第几条重要，就是咱才会当输入。咱有当时啊，就是会拄着问题，就是咱咧拍台文啊、台语的时阵，即种字形会无支援台语的汉字也是罗马字。拄着即个时阵啊，咱就爱去找一寡支援台语的字形。咱会当参考即个网站，这是你讲叫台语文教基金会的网站，伊的网链啊伫下骹。好啊，咱就来看内底有啥，就是讲伊有介绍几个字体，啊，佮分做几种。像讲有完整的台语汉字罗马字的字体啊，啊，佮有台语客语罗马字啊，部分台语客语的汉字的，有的是收费的，有的是完全免费的。就讲包括完整的台语汉字罗马字的有这几款，啊，有的是敢若支援罗马字。啊，汉字是一部分，有的是敢若有罗马字的，大家当直接参考看卖。好，啊，过来啊，伊若是咱看顶悬介绍即款字形啊，有的字形啊是讲伫我遮上顶悬即抓，有的字形会当安尼，就是下骹是汉字，顶悬是罗马字。啊，即款字是要安怎拍出来的？爱用咱看咧上下骹迄个网链啊，就是伫遮伊会甲你斗相共。像讲咱若是要写一撮字，讲今仔日的天气真好，天气真好。看伊就甲咱甲迄个读音，即个字的读音倒写出来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就爱搁试这开始。啊，伊就讲啊，伊有找着到底正确的读音是安怎，咱就当甲伊检查看卖，讲甲咱讲的有共款无？啊，若是真正有共款，就是完成，就是完成啊，就甲伊复制，就是 copy 啊，就甲伊搭伫一个所在安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会拄着一个字有无共款的音，像讲像讲，若是即马是天啊，若是要去，若是天，像讲今仔日要拜天，要来拜拜，咱出去。安尼嘛拄好，伊讲的拢是正确。毋过有当时啊，咱会拄着一个字有几个无共款的声音，像讲像讲伊即马即今仔日伊就讲毋对去，变做呾仔日啊毋对，所以咱就爱甲这讲做对的，就是今仔日要来拜拜，咱出去食啥物，咱就大家是爱甲伊检查看卖，安尼就完成好，咱就当甲即撮字就是 copy paste 去，像讲 Word 啊，还是倒位啊，但是字体就爱选
这种有字海的字体，啊，伊就会当显示下骹是汉字，顶悬是罗马字安尼。大家咱家己试看卖。啊，过来第二部分就是介绍网络，也是讲线顶的字典，有啥物款呢？我其实有足侪字典，啊，毋过我家己感觉上好用的，就是这三种。第一种就是教育部的台语词典，教育部的台语词典，伊的优点就是讲有声音会当放出来，你会当哪听哪看伊的拼音，佮有例句，因为有例句啊，咱来参考讲，即个词会当放伫倒位，要安怎用，啊，佮有写腔口差，有当时啊，咱无共款的所在腔口会有差别，啊，佮即个词典大部分的词是经过专家的考据，伊去检查讲。即个词到底安尼用是对还是毋对？啊，毋过伊嘛有缺点，缺点就是传统的词典啊，伊更新的速度是较慢，啊，新的词较少，啊，所以网络顶就有其他的词典，像讲爱台语，即爱台语，有时阵哪像是 Wikipedia 安尼，就是伊有真侪新词，因为大家想讲，即款新词啊，伫教育部词典内底无诶，大家到底要安怎讲较好？伊有开放大家建议，你有好诶讲法、新诶讲法，拢会当放伫顶悬。啊，毋过伊诶缺点就是无举例、无例句，所以咱就是爱家己想看觅，这放伫一句内底到底要安怎讲？啊，过来就是无一定是正确诶，因为这大家建议到底对一种较好，大家家己去思考。当然伊。伫一个词的下骹会互大家是讲是赞啦，就是伊会当是讲安尼讲较好，但是安尼讲感觉怪怪，安尼若是讲安尼讲较好较济，可能即个词就是较正确，毋过嘛毋是一定。啊，第三个字典就是找台语，找台语其实这是一个网站，伫即个网站顶悬当找到超过20本的词典，包括教育部的词典，包括爱台语拢伫内底。啊，伊的词足侪，若是甲台语的拼音练甲较好以后啊，其实找爱台语就有够啊。啊，毋过伊的缺点就是讲定定是无例句，啊，佮无声音，所以。咱就爱家己知影讲，看到即个拼音的时阵，即要安怎讲？即个时阵再来用找台语，会较好用。所以就用互大家看觅，这就是教育部的台语词典。咱会当用拼音去查，会当用华语去查，这是一个会当用台语查台语，会当用华语去查台语，会当用声音，这就是有一个麦克的图，这就是用声音去查。好。啊，伊阁有一寡互你参考的，就是讲你的姓名要安怎念啊、字开啊、捷运站啊、地名啊，你的姓、人体器官像即款的。啊，找一个词的时阵，像讲批，啊，伊嘛会写讲腔口差，像讲有诶所在念做批，有诶所在念做坡，这拢对。啊，伊会写华语的意思是啥物，伊有例句，拢会当放声音出来。这就是教育部的台语词典。好，即摆放袂出来，大家当家己去查看觅。好，这就是爱台语的画面。爱台语啊，伊下骹就有写足侪词，像讲我咧找用华语讲是螺旋桨啦。啊，到底要安怎讲？伊下骹就有写讲，像讲这就是普罗佩拉。其实这是位日记来的。啊，车晓、车叶，啊，伊下骹就有投票讲，安尼讲好，还是安尼怪怪？啊，咱就看讲，即个是安尼讲好的人上济，代表讲可能上济人是安尼讲，所以咱地当嘛安尼讲，就是普罗佩拉。当然，无共款的讲法，无一定代表讲这是毋对的，可能是较少人安尼讲。啊，若是试这，就当互伊念出来，互你听。再来就是找台语，找台语内底啊，伊就小可较复杂，就是讲你会当用罗马字去查，用汉罗台文去查，用英语去查，用日文去查，用华文去查，拢会使。啊，
你若是用台语罗马字的时阵，你嘛当经过你是用白话字，还是用咱即马学的教育部的拼音去查，输入式的意思就是讲，用数字做伊的声调调号，啊，一般的拼音就是用符号做调号，这就代表讲你一定要有一种台语的输入法，才有法度查。啊，毋过用数字做调号的时阵，你就毋免有一个台语的输入法，嘛会当查。啊，汉乐台文是用台语的汉字，还是讲一部分用汉字，一部分用罗马字拢会使。迄是找台语的网站。啊，其实就甲拄则讲的共款。啊，其实伊嘛有一寡说明，讲这应该是顶过安怎找。你若是实际安怎找啊，伊会甲你讲一寡更较复杂的，你会当用一寡机卡去找，像讲找一寡 APP 的词，像讲地步步啦，欧妈妈这种词，拢总找出来。好，安尼下骹是练习啦，咱会当练习查看卖。这嘛是咱咧甲囡仔讲台语上头的时阵会拄着一寡问题，讲啊看着这古册内底啊，咧讲故事的时阵，看着一寡词，真正毋知影要安怎讲，咱要到底安怎查着伊的台语的讲法，甲伊的罗马字要安怎写？像讲长颈鹿，好，到底要安怎讲？其实咱着甲即个词啊，放伫字典内底去找，咱就会找着。有当时啊，一种词，一个词毋是干那一种讲法，这是其中的一种，所以这毋是标准答案，但是应该是其中的一种，会当安尼讲。就讲这有人讲麒麟龙，其实嘛有人讲长鸭鹿，啊，抽屉要安怎讲？倒拖啊。下骹像讲这拉链啊、瓦斯、踩刹车、红绿灯、闪电、键盘、双眼皮、扇子、短路、土石流。这咱查看嘛，下骹有提供一寡参考答案，互大家看。这伫字典内底拢找会到。好，过来另外一种情形，就是咱看到有人咧写台文的时阵，不管是写台文汉字，还是写台文罗马字，咧查的时阵啊，你都毋知影，这要安怎念嘛？是讲这是啥物意思？所以咱就甲这台文字放伫字典内底，你就会查到伊安怎念，查到伊罗马字，会当查到伊伫华语内底是啥物意思？像讲烘炉就是，其实古早是讲咧，真正是咧烧用香火咧烧的一种物件，毋过即马是咧讲烤箱烘炉，录个说个，有的词啊，其实伫华语内底甲台语内底是无共款意思，像讲侥幸啊、压榨、乌龟、装卡做山开，有的台语有台语的用法。罗马字你看到的时阵啊，你有当时你嘛毋知安怎念，你无确定，你就甲即个罗马字放伫词典内底，叫伊念互你听，像讲叫嚣，伊是啥物意思？扣角、气煞、滑脚、断龟。下骹只啊，就是参考答案啦。毋过这参考的答案拢毋是标准答案嘛，有当时啊一个字有无共款的意思，大家当家己去查看卖。好，今仔日部分就讲到遮，大家敢有啥物问题？